6,000堂崩。第一课。迪卡 JJ， 这是什么？迪卡 JJ， 这是什么？迪纽古 J， 这是笔。提卡 JJ， 那是什么？提桌 JJ， 那是桌子。Pergi提卡 JJ， 那边那个是什么？Pergi提那 JJ， 那边那个是森林。Yagi提卡 JJ， 上面那个是什么？Yagi提康 JJ， 上面那个是雪山。Magi提卡 JJ， 下面那个是什么？Magi提chuo J， 下面那个是河流。顶错美豆 J， 新豆 J， 这些是花还是水果？顶错美豆 J， 新豆马 J， 这些是花不是水果。顶错美豆 Marble J 呗，这些是红色的花吗？顶错美豆 Marble 马 J， 美豆 Silver J， 这些不是红色的花，是黄色的花。迪亲最 J 马 J， 这是不是字典？迪亲最马 J， Lop Day J， 这不是字典，是课本。迪卡 J Lop Day J， 这是什么的课本？迪培伊奇 Lop Day J， 这是藏文的课本。迪虽 Lop Day J， 这是谁的课本？迪这西吉 Lop Day J， 这是扎西的课本。雅基提尼么 J 呗，上面那个是太阳吗？Yagi提你妈妈 J， 老蛙 J， 上面那个不是太阳，是月亮。Pergi提错 J 呗，那边那个是湖泊吗？Pergi提错马 J 减错 J， 那边那个不是湖泊，是大海。Magi 挺错亚马 J 呗，下面那些不是牦牛吗？Magi 挺错亚马 J 马黑 J， 下面那些不是牦牛，是水牛。解句记总称替换练习。迪卡 JJ， 这是什么？迪纽古 J， 这是笔。迪江纽 J， 这是钢笔。迪响纽 J， 这是铅笔。迪三纽 J， 这是粉笔。迪那叉 J， 这是墨水。迪修古 J， 这是纸张。迪普巴 J， 这是瓶子。迪普巴 J， 这是碗。提卡 JJ，
那是什么？提就这人，那是桌子。提骨架人，那是椅子。提狗人，那是门。提九空人，那是窗户。提康巴人，那是房子。提拱巴人，那是寺院。提鲁扎人，那是学校。提朗库鲁人，那是车子。Pergi提卡谁人，那边那个是什么？ Pergi提那车人，那边那个是森林。Pergi提扎汤人，那边那个是草原。Pergi提错人，那边那个是湖泊。Pergi提减错人，那边那个是大海。Yagi提卡谁人，上面那个是什么？ Yagi提卡谁人，上面那个是雪山。Yagi提三托人，上面那个是高原。Yagi提金巴人，上面那个是云朵。Yagi提甲村人，上面那个是彩虹。Yagi提南卡人，上面那个是天空。Yagi提尼么人，上面那个是太阳。Yagi提达瓦人，上面那个是月亮。Yagi提格拉玛人，上面那个是星星。Magi提卡谁人，下面那个是什么？ Magi提出窝人，下面那个是河流。Magi提井布人，下面那个是池塘。Magi提龙巴人，下面那个是山谷。Magi提醒卡人，下面那个是农田。迪卡谁人，卡谁马人，这是什么？不是什么。迪美豆人，新豆马人，这是花，不是水果。迪萨本人，牛古马人，这是种子，不是苗芽。迪亲最人，鹿对马人，这是字典，不是课本。迪腿对人，擦本马人，这是杂志，不是报纸。迪亚人，马黑马人，这是牦牛，不是水牛。迪朗千人，大马人，这是大象，不是马。迪美豆马拉波人，美豆塞尔波马人，这是红色的花，不是黄色的花。迪那查那波人，那查温波马人，这是黑色的墨水，不是蓝色的墨水。迪新起骨夹人，架起骨夹马人，这是木头的椅子，不是铁的椅子。迪这是给落地人，
最美录的嘛耶。这是扎西的课本，不是卓玛的课本。底陪一起亲最耶，加一起亲最嘛耶。这是藏文的字典，不是中文的字典。生词敌这顶错这些提那挺错那些 pergi 那边yaki 上面 magi 下面 j 马 j 是不是 nyugu nyugu 笔主笔将 nyuk 钢笔响 nyuk 铅笔三 nyuk 粉笔 nakcha 墨水 shuku 纸张 pumba 瓶子 purba 碗 jokze 桌子 gubgyak 椅子凳子 狗门 九空窗户康巴房子拱巴寺院 lobja 学校 langkololo 某栅车子 nakcer 森林扎汤草原错湖泊减错大海抗日雪山三透脱冈高原金波云朵甲圈彩虹南卡天空你吗太阳打蛙月亮哥的吗星星秋窝河流井部池塘龙巴山谷醒客农田美豆花新豆水果沙本种子牛菇苗芽亲嘴字典词典 lobdep 课本教材 tudep
杂志。잡벌报纸。yak 牦牛。马嘿水牛。浪千大象。大马。卡瑞什么？树谁？培ik 藏文。雅 ik 中文。这系吉祥。泽西。嘴妈杜母卓玛。心木头。jack 铁。marble 红色。silver 黄色。nakbo 黑色。nguyên蓝色。